嘿，蘑菇啊，狗爸最喜欢这些蘑菇的了。这些蘑菇的那个菌种啊，那些菌丝啊，那些是另一个世界了啊啊！狗爸最中意啲咩蘑菇啊？你望乜嘢啊？你啊！哇！嗰啲蘑菇，因為狗爸好中意睇啲蘑菇咧啊！呢啲蘑菇咧，好似另一個世界嚟嘅生物咁，即係同地球嗰啲生物係唔同嘅，好似啊呢啲真菌類係咪叫真菌啊？咁人啊、狗啊、啲貓啊，甚至乎蛇蟲鼠蟻啊，咁嗰啲係另一種生物啊！哇，好過癮嘅，睇住佢啲咧，突然間咧，佢一夜之間佢可以飆出嚟。你老豆中意啫，但係老豆唔敢食嘅，得佢睇嘅啫。